同樣係高音，有人聽落更震撼，有人聽落更打動人。先講泰妍，佢嘅高音唔係單純衝上去，而係情緒慢慢累積，然後釋放出嚟。你會聽到聲音帶一點點烈感，但係呢個唔係失控，而係情緒到頂點嘅釋放。所以呢個高音唔係為咗高，係為咗表達情緒。而家到周深，周深嘅高音唔係爆發，而係慢慢打開。你會感覺聲音唔係衝出嚟，而係慢慢打開。你會感覺聲音唔係衝出嚟，而係慢慢鋪開。呢種高音唔係情緒爆發，而係把聲音放落空間入邊。所以兩個人嘅高音方向完全唔同。泰妍係情緒累積，然後釋放；周深係聲音打開，然後延伸。如果再聽一次，你會發現泰妍嘅高音越聽越重，而周深越聽越輕。同一個高音，一個係情緒爆發，一個係空間延伸。你更鍾意邊一種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好啦，今日就睇到你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